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5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看高雄的警方接到线报，7月初伫桃园国际机场抓到一件人体运毒的案件。一个法国的观光客是以一抓10万块台票对泰国运毒来台湾，但讲是照到讲伊的腹肚内有大量的毒品，食老西药啊，用5天的时间排出101粒的细盒啊，还录音，当时1.4公斤哦，市价嘛超过2000万。 桃园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警方甲移民署警官当日确认这名穿白衫查甫人的身份，甲来台湾的目的。高雄市警方7月初接到线报，讲有人用人体藏毒的方式跨国运毒来台湾。伫咧叫头地检署的指挥下，成功伫桃园机场查到这个50岁法国籍的查甫人，送去病院做电工，果然看到肠仔内底拢是一粒一粒的毒品。尾手用5天的时间安排去食下药啊，甲排出来，全部拢是1级毒品4盒啊，重量要到1公斤半。 市价超过2000万。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热缩膜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1级毒品海洛因。 警方表示，这个查甫人甲毒品制作6公分长、2公分宽药丸啊，吞落去腹肚，用一抓代票10万的计数，对东南亚替人运过来台湾。虽讲包装添甲真侪严，不过医生认为实在是无爱命，因为毒品丸若破去，肠仔吸收到毒品有可能会无命，而且做一摆吞100多粒，肠仔嘛有可能记载袂掉。也有可能因为这些阻塞而造成肠胃道的破裂。那当肠胃道破裂的时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腹膜炎，而这也是会有生命的危险。 警方表示，到6月底为止，今年的走私毒品案件已经查到35件，比去年同期增加30件。这回抓到这个法国籍的查甫人，自去年开始已经用观光的名义线来台湾4、5届，深受牵涉到不法的行为。现在相关单位嘛正在追查。记者柯家祖、邱朝阳、高阳昌报道。 来看国军的下方有操演的第3天哦，宪兵2002指挥部暂时伫台北做演练，伫总统府附近嘛出现分把驾车，佮有重型机车的车队。另外，昨暗华防部的战驾车嘛对花莲新城出发，是经苏花公路去宜兰苏澳来进行跨区增援的作战演练。今仔早起，陆军哦嘛伫桃园来进行自走炮的训练。 3更半暝，台北街头无平静，宪兵202指挥部足一只分把装甲车伫咧总统府现身，和重机车队斗阵演练。国军这礼拜展开联合防御操演，宪兵202指挥部针对首都台北这片保卫区综合演练，部队为总统府出发，赶去夺得国防部破案营区，守护关键基础设施，确保军事重要防护目标的安全。 花莲同款冒夜间操演，华防部 M60A3 战车、CM21装甲运兵车、标炮车、榴弹炮为花莲出发，开启哩苏花公路，沿台九线就北。国军模拟强军环台，要登陆北台湾的南洋平原、苏澳港。 华防部接到命令，速速赶去宜兰苏澳，验证部队夜间长距离合作甲战斗应变，还有跨区增加援助的作战能力。学者就分析，国军用暗时出卡手，敌军较好发觉。因为晚上可能就是说，也许视线不良啊，那个有些道路它可能照明没有那么充足，就是那你那个有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发生。那你这个时候呢，你让这个官兵呢，在这个道路上面进行演练，我觉得也是有它的必要性。这摆联合防御操演，重点伫咧去中心化指管，陆军日炮击部15伫咧桃园进行 M110自走炮的训练，可见基战部队面临通信红灯去了后，要安怎快速应用这片射击任务。54工兵群伫咧高雄基山演练甲道路阻挡的设施，要用上短时间设更占位，抓把形体网啊。 甲强军登陆的时间甲行动拖较久咧，嘛甲咱时间争取较济咧，提升整体作战韧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接到检举，指出讲内政部经政署、财政部关务署、和海巡署、甲中油公司等机关哦，采购中国制造、大台湾厂商品牌的上下班出力的人面，佮有指纹的辨识设备。 毋但有治安的风险，嘛恐惊是国安的空棒。采购上济警政署是强调讲，有疑虑的设备已经全面停用了，这些设备卖交予司法部的治安署来做检验。
上下班拍开设备也有生物辨识的方式，包括动手用人面辨识。但是拜三有立委指出，伊接到检举讲，内政部警政署、海巡署甲财政部关务署等机关招标采买的生物辨识拍卡设备，技术是台湾厂商摕中国相机下底的品牌Amatura的产品来打败。后续因甲台湾厂商的设备甲中国的产品送互 NCC 检验，认定是同物件。立委指出，像手印、人面拢是人事敏感资料，恐见有治安甲国安的疑虑，要求采买相关设备的机关要全面清查。行政院的公文也这个就写得很清楚了，公务用的资通讯产品不得使用中国的厂牌，而且不得安装非公务用的软体。对于敏感性或国安疑虑的业务范围各机关自行认定。我认为这个部分有一点太过模糊了。立委嘛指出，治安署针对敏感甲国安疑虑的认定是互各机关去判断，嘛地区认定标准无同。伊要求针对各自收集的设备，应该要有明确规定，避免危害治安甲国安。治安署是表示会来研究甲标准定好清楚。若采买量上济的经政署是回应讲，目前有记录的设备已经全面停用。我们在采购须知上面也明定，不得为中国大陆制产品。那我们按照这个说明审查确认这个之后，我们也会再送请治安署帮我们确认。那如果说是厂商所提出来的文件的确是有跟是大陆产制品的话，那相关的部分的就是违反了所谓的采购法的规定，我们按照采购法办理后续的作业。在各自的部分，我们会研议来列入这个业务范畴的认定。那我们也想办法，就是让自行认定的这个部分，能够让大家更明确。经政署表示，有记录的拍卡设备无连接外部网络，初步判断无资料外泄的记录。若针对认定标准无同的部分，经政署讲会进一步来检讨，要求所属的机关要按照采购法甲行政院函释的相关规定来做。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再来看中年油行低价油品的问题是个继续的传烧。泰山公司昨嘛发声明，向社会大众来回释咧，嘛讲要捐出3000万来提升检验的设备。中盘商嘛表示讲无排除要来向中年求偿。毛北这学校营养午餐嘛用到有问题油，家长嘛真烦恼。中年油脂验出致癌物苯苯比事件继续咧烧，就连学校营养午餐嘛互砍掉。根据教育部统计，目前有20个县市，861间学校，各有334间幼稚园疑似有用到问题油品。有立委认为，或者当咧发育的囡仔食到致癌油，应该将营养午餐的费用退向家长做补偿。很多的学校都受害，那请问教育部与地方政府是否有这个讨论？将营养午餐退回给家长，退款的部分，那个涉及到一些责任跟契约的部分，我们会进一步来了解来处理。那大同因为部分沙拉油捌用中年原料油，已经预防性落架9项产品。大同董事长吴明昌表示，损失已股新台票数千万，会进一步评估，敢要甲顶油厂商中年要求赔偿。下架的那个一些费用，还有退货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到时候再看清实际情形来决定。外界质疑政府要求业者大规模预防性落价，恐惊冲击店头的生计，而且苯苯比超标的原因也未厘清。对此，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全面预防性落价目的是保障食品安全，无代表所有产品拢有安全疑虑。未来食安制度会为强化源头管理等5大方面来加强。会从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通报管理、强化这个品质管理以及强化数位治理这5个部分呢，那么来处理。面对一个在社会责任上有重大缺失，而且刻意延迟通报、隐瞒事实的一个民间厂商，我们唯有中央地方团结合力，一起把这个事件清楚的厘清，国人才能在食安问题上得到更多的保证。行政院长邓英泰15出席台中亚洲大商联合总会理监事会开幕典礼，伊批评中联调工引称通报隐瞒事实，佮点名肯定台中市长罗秀燕。伫接到通知了后，随甲卫福部联手命令中联油脂停工落价。若中联投资厂商之一泰山企业，则是暗时发声明，甲大众回息咧，详时强调全面停止大豆
豆、沙拉油相关产品去卖，搁要捐3000万支持食品检验设备的采购，搁有认得。台北市嘛公布上新受到牵连的厂商名单，增加84间业者，其中有包括经营连锁品牌的插甲厝松饼的卡威有限公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在野党想要伫年底选举办公投，已经提出包括变形反废市等6项的公投案哦。立法院嘛拢已经政府立托要来拼8月通过。中选会进前就表示讲，选务的量能恐惊无法度负担遮尔济公投案。国民党团是搁再提案要来修公投法，规定讲超过2件以上的公投案，应该全部拢印入同一张公投的选票，先开选举票，再搁来开公投票，望讲会当来提升效率。甲年底9合1的大选上准，在野党等6大公投案，国民党提出变形、反废死、废除废墟家园；民众党提出移转投票、交通法官专用，还有安乐死，拢经伫咧立法院议托，预计伫咧8月拼3托。那也搁再提出能源公投，台电董事长詹文生就表示，也是希望会当倒转去科学基础讨论。从2018年以来，就是有关于能源的公投，几乎只要每次有公投都有能源议题。台电现在既有的一些核电厂，我们也正在做安全检查当中。那这些安全检查的过程出来的结果，我们会提送给核安会。那我希望说关于能源的讨论，事实上是可以基于这一些科学的基础。二个中选会主委尤英良就呼吁朝野，就要考虑到选务的能力甲压力。国民党团嘛，因为安尼提案修公投法，包括若是举行2项以上的公投，应该要甲公投案全部印伫咧同一张选票。减少领票时间，嘛减轻选务人员的压力，还佫有爱先开选举票，再佫开公投票，希望会当提升开票效率，还佫有选务管理的作业。市长的选举一个票轨，市议员一个票轨，再加上里长一个票轨，再加上如果是5张公投票，那就5个票轨，总共8个票轨。按照我的提案就是4个票轨，3合1加上1张的公投票。选票本身能不能集中在一张上？希望我们的主委能够了解民主国家的投票原则，能够审慎处理，那不要影响了每一个台湾公民的权益。民进党团就指出，公投投票方式希望以无影响民众权益为主，嘛毋望中选会应该依照法律审议公投案。也若中选会是回应，过去选举甲公投合并投票时阵，拢是先开选举票，再佫开公投票。也若立法院提出的修法还佫公投案，会密切关心选务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甲民众党昨伫立法院搁再通过安乐死甲废除反核家园的公投案，政府立托。目前计共是6项的公投案，要来拼年底甲9合1大选做回来投票。今仔解破新闻，咱特别请苏眉来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这公投案的内容甲相关的争议。是主报，这拿8联手推动，目前是已经有6项公投案到议讨的阶段。将上届新的就是安乐死甲废除废核家园，另外4项也有包含是用变形来协助性侵、虐待囡仔早期这寡罪行。4项的判决唔免合议定一致通过，交通罚款拢总提来改善交通设计。也有1项就是转移投票，也就是咱较常听到的无在职投票，2档来实施。便讨论到这公投，这政治方面就是吵架拉架，互相批评讲是政治手段。讲到这，咱就爱来看上届关心这公投是要互咱人民有啥物款的权利。这公投佫分做2项，创制也就是人民认为讲这法律顶头有欠缺无相关的规定的时，就当利用公投来提出新法的原则甲方向。也若另外1项复决，就是针对一寡较有争议的法案甲政策，利用公投来看是同意也是反对。今仔日咱就来注目这回争议上界大的一案，也就是安乐死这案。目前民众党是用创制这条路来发起这项复决，内容是写讲要甲安乐死法制化，保障生命自主权为前提，互这破病也是讲有一寡痛苦的人会当根据自主的意愿来安乐死。不过，这条主文当中有1项上界受瞩目的，就是这制度甲配套的规范。这制度甲配套的规范到底是啥？目前也阁无清楚。
这目前全世界是有超过20国允准安乐死，逐个规定无同。不过关键拢是，敢是我主动就会当做？这标准痛苦的标准是要安怎认定？也搁有这医生若甲你执行安乐死了后，伊敢会去有法律责任？所以讲有民众就认为讲，目前拢无详细的规划，这票实在是唔知影要安怎转。所以讲，民进党的立委陈冠廷就主张讲，应该是爱参考纽西兰的做法，先由国会立法了后，再来问看这民众到底敢有同意内容的这寡法律的内容。也若是咱讲到这目前进入二读的6条公投案，也搁有共同的问题，就是讲到底敢要伫咧11月28大选的时阵同时公投，咱就会当看到讲，这公投要投票日进前是爱伫咧90天进前，就先来公告这主文，也搁有投票的内容，也就是讲上班就爱伫咧这8月底进前，就爱立法院通过中选会审议公告，才有机会。目前这那边两党是主张讲，北大选是会当提升公投的投票率。不过民进党这边就批评讲，因是把公投摕来做动员的工具。若是咱对这现实面来看，2018年9合1大选的时，倒北10项的公投，迄当阵是出现排队排甲长落落，哪投票哪开票，影响到选举公平性的问题。迄当阵，这中选会是有提出改善方案，不过后来就无搁公投北大选啊，所以讲也无法度确认讲这改善的效果到底是安怎。也若是现任的中选会主委尤英良是表示讲，伊认为讲大选若是要北公投，北一个是拄啊好，北2个就留啊较济啊，也若是3个咧，就会去影响到选务的运作，根本就袂堪进。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咱甲镜头交转来互主播。感谢所比哦，咱个继续来关心林保署监测华人万里溪崩山湖，昨下晡5点，水量嘛已经超过9成咯。明仔载中昼水个恐惊会满出来，所以嘛已经建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来发布红色警戒的时间点。根据林保署上新的数据，万里溪崩山湖的水位已经高达1084.14米，距离水坝的上面顶也阁有1米86。跳水量已经达到93%，若是按即卖目前达工差不多20万吨的进水量，算起来这几天就会溢流。它最可能的溢流时间就在7月16号到7月18号之间，有2个不稳定的一个状态，一个就是坝顶在这几天它因为崩塌的关系，它有可能增高。那第二个就是雨量，那最近这几天的中午就午后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形式，蓄满溢流的时间会缩短。林保署已经建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研究红色警戒发布的时机，若是万里溪崩山湖水位会慢影响，也个红点点，就要开始撤离啊。应该是红色警戒了，因为已经坝体都满了嘛，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那现在我的作为就是早上10点就强制撤离。预估预留的时间一直在往后递延，很多的乡亲上面有很多的无奈。当然能够很正确的发布任何的情况，我们公所当然责无旁贷，这是我们要运行的业务。但是当这时间上来讲，希望就是说，如果精准性更提高的话，那我们可以预判各种的情况。林保署强调，溢流的时间嘛是爱看崩山湖的进水量来判断，所以雨量的济少，拢会影响判断溢流的时间。目前的满水量也阁维持510万方，下晡会甲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开会了后，就来决定当时要发布红色警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一间私立的幼儿园，有家长指控老师虐待囡仔，会洗囡仔喙皮、巴头，阁无要互囡仔食中昼。幼儿园的2个班有计共有23个人，有12个人受害。家长嘛真不满幼儿园处理的态度，阁想要暗砍。嘛批评台北市的教育局拢无积极的作为。真侪家长出面艰苦甲流目屎，唔甘囡仔伫咧厝里，行为变甲无共款，定定半暝磨喙齿，做噩梦做甲精神。尤其是无想要上课，控诉一切的原因，就是台北市一间私立的幼稚园技术不当管教。我们看见孩子在幼儿园被粗暴的拉扯、不当的打骂，甚至我自己的孩子是被老师用打巴掌的方式处罚。老师经常刻意的将孩子孤立在角落，甚至是午休昏暗的走廊上。老师请他到走廊去，用像狗一样爬的方式，还有蹲下来走的方式，来回在
走廊移动。家长串联指控老师会对囡仔肢体暴力，像讲工臼、工拖、线头、线喙皮，阁无要互人食到，阁有真侪无合理的处罚。全幼儿园的幼幼班，也阁有混龄班，23人内底超过一半有12人受害，出现超过40件疑似牵涉不当对待的代志。对比基隆市政府，我们什么都没有安置也没有。辅导也没有。面对整个的代志，家长质疑园方无要无紧，甚至挑伊来暗砍。嘛不满教育局按幼儿的安置、心理的辅导、调监视器，也个对涉案老师相关的处罚，各项代志都安尼拖拖刷刷，卡手有够慢。目前为止，就是说我们查到的行为人是2位老师啦哈，那这2师就是我们第2位也请他停止。台北市教育局回应，目前已经初步清查，将2名老师停职，袂使搁入去学校。嘛已经先对幼稚园这边延前通报罚3万块。数日内完成访谈，也有相关的调查了后，只要确定不当管教行为人上当会强罚，终身袂使搁任教。啊，若负责人也有当初知影代志无通报的人，拢有连带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可能无啥知影讲，当归、人参有青旗，这个中药材伫网络顶头卖是违反药事法。高雄市卫生局嘛加强网络稽查，禁止37项中药材伫网络平台的卖哦，违法上济是当罚200万。中药房内底中药材是百款，人参、当归、青旗，这平常时大家拢摕来填补的物件，真好买会到。啊，毋过真侪人毋知影是这中药材是袂使伫咧网络顶卖的哦。高雄市卫生局按旧年到今年6月为止，总共查到网络店头违反药事法相关规定，违法卖中药材总共11件。违法卖的物件包括高丽参、人参树、青旗、杜仲等等，去罚款3万到200万的罚款。在药效里面它是有疗效的，所以它不是算食品，那你就不能在网络上任意的去做贩售。在药事法里面其实没有辅导或是警告的部分。中药材因为有特定的药理作用，所以无算是食品或者是香料。真侪唔知影规矩的人，就伫咧网络咧卖。啊，若伫咧申诉的时阵，拢讲家己唔知影法规，才会去犯法。啊，毋过上尾嘛是爱乖乖纳钱。卫生局呼吁网络的店家会使去参考卫生福利部中医药师的广告。另外，中药材嘛袂使伫咧电台或者是电视购物频道顶悬卖。网络哦，唔好啦，你也无唔知知咯，啊，你也伫店里买就较安尼，要查较知好查。一样啊，差不多了，不会啦，因为我很少在网络买。卫生局呼吁民众都爱到合法登记的药商，还是中药房去听药啊。若想要顾身体，就唔通因为计小数，就伫网络黑白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伫 AI 带动半导体出口是表现了真优秀。中研院嘛预计讲，台湾今年的 GDP 会超过10%哦。也毋过，人力银行调查就指出讲，资讯科技、金融当局的景气是真好。也毋过，传统制造佮服务产业算是落家的产业。今年上半年有8成2的上班族拢无加薪，有部分的上班族是开始减菜哦来应付开销。对空间设计真有想法的郭先生，过去10档敢若是靠接 case， 一年就会当收90万。不过最近室内设计需求无遐尔济，嘛互伊收入变愈来愈少，敢会当去网络找散工来做，以期生活的开销。我就同时有兼3份菜，这样加一加大概有到4万5。50%是正职，然后50%是韩文跟塔罗。为着加赚寡钱，真侪上班族除了正课，阁会做散工，赚寡外劳啊。啊，毋过中研院上新预估，台湾今年规年的经济成长率上好会当有10.16%，真侪民众敢若无啥有感觉，甚至感觉国内畸形经济现象是愈来愈大。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畸形经济爬起来的产业包括资讯科技业、金融投顾、保险相关，还有运输物流。切落去的产业是传统产业制造、一般服务业，还有做食的。搁较有8成2的上班族，今年顶半年拢无红加薪水。万一若提加薪水，红拒绝，就有超过一半的人按算要借这个机会换头路，也是做散工增加收入等等方式来应用。以大学生来说的话，他们就会在系所上面的选择，就会从大学就开始有一些想要往这个理工方面来前进哦，就是希望说毕业之后就可以前进科技业。人力银行就表示，最近这几档台湾整体经济表现是真好，啊，不过并不是所有产业职务拢有食到红。建议讲，企业若是无法度用加薪水留人才，会当试讲
用福利也是有春久的工作时间来留人才，避免人才流失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包围风台北部停班停课2天，航班嘛大乱。虽然有不少民众拢有报旅游不便险，也毋过4月实施的新制度规定讲无成立费用相关的证明，交通佮饭店上济一日该当赔2000块。即届有真侪民众回国的班机是向互取消，所以哪会有成立费用的证明呢？经管会嘛表示讲会来要求业者爱检讨，嘛佮会来提出理赔的原则。原定11要返来台湾，飞龙机却因为包围风台取消，简单买到7月16返来台湾的机票，被迫加留5天。旅客讲新增加的大小费，甲伊的卡片愈甲无扩大。从12、13、14一直递补到16才有机位，然后一样也是加那个手续费的部分。饭店的部分大概平均一个晚上1万，所以总共是5万块左右。根据今年4月上路的旅游不便险内容，内底甲行程改变有关的部分，然后单期就当用上关给付金额，上关当赔到120%。不过若无大成立日的相关证明，交通大俗简单固定金额一天赔2000块。不过即届真侪民众拢是因为包围风台调伫遐，临时决定大俗行程，根本无依赖的证明。不是我意愿啊，因为天灾啊、台风啊，而不得不滞留。那滞留住一个晚上，那吃个饭，怎么可能2000块就到顶了这样子？业务员也很尴尬，因为是规定的。不少游客返来台湾申请理赔时，才发现拢感觉无合理。旅游部落客讲，即届争议点主要是发生伫退房日拄着风台，迄天无订房。不过应该爱有随机应变的相对理赔计效。相对合理应该是参照前一天或者是行程当中的平均房价，因为出门在外，如果又是在机场附近，房价呢往往会冲破2000的上限。那期待有更合理的讨论以及方案。因为就是滞留而产生的那个，他可能还是会去住饭店嘛。那这个部分，这个时候到底是用实支实付还是用定额给付？所以我们就请工会去做一些条款上面的检视。金管会回应，对新制上路了后，头一摆拄到风台衍生的理赔争议，会赶紧要求业者检视条文，提出统一的理赔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韩国的航空公司10月底要搁再飞台中往来首尔的直航航班，为着要行销中部观光，台中、彰化、苗栗甲南投4个县市政府是做伙去韩国来拼观光哦。南投嘛利用特产茶、咖啡、温泉佮原住民的文化，要来请韩国的观光客来台湾佚佗。韩国民众对南投的青龙体验南投的药草。体验 DIY 消透压力的活动，青龙安志远讲，韩国人的工课压力真大，介去森林消透压力，带好南投真侪树仔搁得拿。另外，伫外滩的饭店业者嘛观察到，韩国人真介意才去一个所在来旅游。梨花潭真水嘛真出名，这拢是南投吸引韩国的观光客的优势。中台湾南投的森林疗愈基地，那复离子跟芬多精的部分，他们非常的感兴趣。那因为韩国人压力很大嘛，那可以到中台湾来这边舒压。接续台中跟韩国有更多直航班机，提升旅游量能，期待带动更多观光产业能量与旅游产业提升。因为台中的国际机场直飞韩国航班一直在增加，为着行销中部的观光，台中、彰化、苗栗啊，搁南投4个县市的政府嘛做伙去韩国来拼观光。南投县政府除了去收集韩国人介意的旅游的方式，嘛是韩国的首尔放广告，让韩国人知影台湾的中部真侪所在好耍的南投，而且会当来南投来佚佗。韩国的旅客来到中台湾非常的方便，可以说是起飞即到家的这个概念。我们有带着爱玉子到当地展场那边做 DIY， 他们就觉得蛮惊讶的。那这些业者去了，知道说，韩国的这些游客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回来会针对这些韩国他们民众来台湾旅游最有吸引力的一些元素来做一个加强。南投县政府观光处表示，未来会一直看重国际市场，透过国际旅行展览、媒体的宣传，啊，佮业者交流等等的多元的方式，积极拓展国际的客源，提升南投观光的国际视野。记者安秀南投报道。
西班牙太阳法国要拼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全国是拢会庆祝。也毋过法国球迷是真失望，法国队的总教练嘛要来对主审裁判的判决提出质疑。西班牙伫世界杯4强赛以2分对0分拍败法国队，让16档搁一届踢入去冠军战。这届比赛，西班牙无敌男队连续6场拢完封对手，成做世界杯史上头一支达成这个纪录的球队。另外，嘛伫国际赛连续37场无输球，力平意大利保持的纪录。Tenían al mejor equipo del mundo, eso es clave. Este es un equipo y eso, pues con un equipo es imparable. Y ese es el sentimiento que tenemos ahora mismo. 因是机头前看比赛，西班牙王室的成员，伫比赛上尾这比声响了后，大家是欢喜揽做伙。国王菲利杯六世随着敲电话甲球队讲恭喜，马德里的鸡仔头原来是闹热滚滚，大批球迷安尼会国旗、旗喇叭，伫车顶也个广场欢喜来庆祝。Ha sido un baño a Francia, Ellos que iban de favoritos y al final, fíjate, podíamos haber metido más. 若伫法国巴黎这边，酒吧也个咖啡厅内底看比赛球迷，伫法国队失去机会的时阵，大声叫、摸头，搁甲目睭往掉咧。若西班牙是离胜利愈来愈近，现场的气氛就愈来愈冷。Bon, je pense que c'était un peu prévisible. Je pense que l'équipe d'Espagne était au-dessus collectivement. La France a misé beaucoup sur les individualités et malheureusement ça n'a pas payé. C'est dommage parce que c'était la dernière Coupe du Monde des Deschamps, mais bon, maintenant faudra penser à l'après quoi. 法国队的总教练德尚伫咧比赛了后就坦白，讲球员拢已经心碎啊，嘛对3年瓦德这个主审巴顿裁判的方式提出质疑。Pleureuse parce qu'on a perdu, mais est-ce que l'arbitre de ce soir avait le niveau pour arbitrer une demi-finale de Coupe du Monde? 德尚带法国队伫即届比赛内底攻势真溜达，表现了真水快。伫踢入去4强进前的前6场比赛，总共攻入去16球。毋过伫顶半场，法国的后卫顶年因为踢到西班牙的小将阿马尼，所以等于是送互对手一个12码的罚球，互即场比赛拼出关键。法国想要争取对手第3座世界杯冠军的美梦，彻底破碎啊！嘛，互伫赛后要落任的德尚留落遗憾。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再来看上是法国的国庆，今年阅兵的规模嘛是史上上盛大哦，嘛是总统马克宏任内落尾一届主持国庆。现场是有11个欧洲国家的军机，大约30个国家的领袖出席。乌克兰的部队阁有战机受训的学员嘛头一届出席，阁500个来自支持志愿联盟、民国的军人来参加阅兵哦，向国际社会来展现出欧洲盟友对抗俄罗斯啊，消停乌克兰团结气势。法国一年一届国庆典礼10时起到，阅兵队伍为巴黎凯旋门出发，沿香榭丽舍大道一路行向协和亭的观礼台。这届国庆的规模会使讲是有史以来上大的，动员将近6700名法国士兵、98架飞行机、31架直升机、315架军车，其中500名为志愿联盟民国内军人穿战斗服和礼服，展示本国的国旗，拍跑法国英俊干有车单以外国参与的传统。其中第一摆参与阅兵的25名乌克兰阿兵哥出现的时，大家热烈欢迎，场面是有影闹热。随军阁伴奏法国空中巴士多用途加油运输机和解放战机编队，飞过巴黎城市的顶头。安妮华教练机上边有反向战机的护航，伫天际画出象征法国国旗红、白、蓝三彩烟雾。这2架反向战机是由伫法国受训的乌克兰飞行员共同驾驶，呈现出两国正斗拔的战略情感。乌克兰是这届法国国庆的焦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因阿某出席盛会，展现和马克宏的好交情。这是马克宏明年卸任进前最后一届主持国庆。欧洲安全哪来哪袂稳定，直直袂煞的俄乌战争，佮加上互人杀无涨的美国总统川普，马克宏希望借这届展现法国的军事实力，欧洲盟国团结气势，佮有对乌克兰坚定的支持。虽然讲这届国庆拄到高温效应，嘛是共款起兵几啊万人到现场观礼，安检人员就爱随个扫描民众事先摕到验证码，才通好参与。Moi, je suis venue aujourd'hui parce que ça fait au moins 40 ans que je n'étais pas venue. Et quand j'ai vu qu'il fallait s'inscrire avec un QR code, ça m'a rassurée.
国庆案件严密，马古马克宏嘛展现伊亲民的作风，大方和民众合影，甚至摕手机自翕，现场的气氛是我尔热烈。今年因为法国森林大火和高温警戒，14暗时的传统烟火表演和拍花环舞会嘛宣布取消。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过来消息来看，这几天是年度天文大楼拜一的时，台南七股有一个爸爸带高中毕业的后生去水门边钓鱼哦。伊那是考老的时哦，去布岸边耍水，煞跋落水，失踪，到今阁还未找到人。海鹰拍上花边，消防海巡所有人员一直来回行，要找失踪钓客形影。经过了解，13下晡有一个少年人对时大来遮钓鱼，那像是因为无熟悉在地流水的变化，无小心滑落海底找无人。搜救单位接到通报了后，开始搜救。伫出海口有发现失踪者的鞋仔，敢若毋望会当赶紧有好消息。但是困难点就是说，他现在场域太大了，然后他有不知道卡在什么地方，所以现在也是难以搜寻。然后我们就借助空拍机。代志就发生在台南七股区丰盛小四坑水门这带，搜救队对发生代志迄天一直到15透早，继续咧岸边海面和空中扩大咧找。实际转去到现场，平常时毛白少钓客来遮，这几天拄好撞到大楼，流水的关系上无差2公尺。在地钓客嘛坦白讲，这段期间的水流真强，袂使讲笑chết。无可能过掉了。迄边的迄地皮是上海一边的水门底，伊的水门顶个在钓边。钓，要哪讲啊？安全，家己本身安全来顾啦。西南部沿海的东石还有布袋的潮位，在今明2天在满潮的时候，潮位会高达大约1.7米左右。那北门将军到安平一带，大概也有超过1米的潮高。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呼吁，这几天大好是天文大楼，会一直到拜五，沿海地势较低的所在，唔爱注意海水倒灌，民众嘛爱提高警觉，注意自身的安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前2天，新竹县有大学生因为落大雨桥倒摆哦，跋落去水沟仔不幸过往。桃园市昨下晡嘛落大雨，有民众就伫网络曝光伊桥倒摆，因为淹水哦倒滑的时无细力落落去水沟仔，也毋过伊随个徛起来个继续徛，好佳在是无着伤哦。公所嘛表示讲会来改善，避免意外搁再发生。大路顶积水严重，这水安尼落，网络顶有网友分享家己的行车记录器画面，讲伊桥倒摆经过遮倒滑的时阵，无想到讲规个人连人挂车摔入去沟仔内底，无偌久，伊个家己徛起来，伫网络顶引起大家讨论。昨天淹水啊，这边有骑士掉进去，会不会觉得很危险？会，就是昨天因为这边有淹水，所以我觉得掉进去蛮危险。你也常常走这里是吗？对。代志发生伫桃园平镇的红圳路顶，10时下晡，中央气象署对桃园发布大雷雨的即时信息。阿尾阿嬷遮就已经积水淹水真严重，忽然间这雨道甲遮尔大，甲这3甲顺枪离开，就2个机车骑士徛落去遮摔落沟仔内底，区公所嘛派人去慰问甲了解。后续的话，这边下大雨的话，会有什么防范措施？目前的安全交维措施呢，改成我们的以种为理，然后在转角部分用行人护栏，然后保障行人通行的视野。机关接到侦情嘛，调集相关单位到现场来会勘。目前这是咧做水沟，会伫水沟边采铁围墙，若是挖角的所在，会用阿鲁米的护栏，互大家看较会清楚。现场嘛安抽水机，互道路莫阁积水，嘛互骑士莫阁徛入去内底。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8位风台扫过新竹县山区哦，未少所在龙棒山，大部分的道路已经恢复通行，只剩部分的产业道路都会畅通。县政府嘛提醒讲，因为落大雨，山区的土质都是真松软，所以最近无代志，就尽量莫去山区。快手来回咧抢修去司马库斯的道路，顶礼拜8位风台造成新竹县山区道路传出土石崩塌的灾情。经过工程人员这几天无眠无日辛苦抢修，除了部分的产业道路以外，目前主要道路拢已经恢复通行。五峰石乡的乡道主62、63、67的部分，这部分已经在昨天来全面抢通。另外，在尖石乡乡道的部分，主59、60之1、60之2也已在昨日来全面抢通，这部分可以通行到司马库斯。
新北县政府表示，伫尖石乡的部分，大部分的部落连外道路等于顺利畅通，但是后山石蕊地区的道路因为地基无在，刷落去佫需要加强地基，才通恢复正常。尖石乡除了目前石垒道路的部分，还需要施打钢轨桩，然后才能够后续的施作通行。所以目前石垒道路部分就差这一块，全力的在抢修。所以目前县道、乡道现在是都可以通的。但对于农路、产业道路这些，请农业处这边继续的把它协助这个乡公所把它完成。目前当时尖石水密套的山轨，不哩个因为山顶网路无通，严重影响各路接订单。县长也请电信业者协助抢修山区信号。另外，嘛提醒民众落雨了后，山区土石松软，应该避免入去山区这边发生危险。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最近中华日记的猪仔肠的报产，有农民食酒去驶铁牛车要去做事，结果去弄到停伫路边的轿车。这个农民嘛，因为食酒驶车，向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拜免遮济，好来先吸把气，吹气。再来。警察对这位驾驶实施酒测，一个分落去，酒测值每公升竟然有0.25毫克。中华这位姓陈的驾驶，拜日下晡驶铁牛车要去田的做事，结果无细力去弄到停伫路边的车辆。警方接到报案到现场，照规定实施酒测，发现这位驾驶姓陈的驾驶竟然是食酒驶车。车子撞到车子的后照镜，有人跟他说过不去了，他硬要过，跟他讲话他都听不进去了。中华 KO 店拜日下晡发生铁牛车弄到停伫路边车辆的车号意外，加载无人受伤。52年厝姓陈的驾驶酒测值超过标准，伊当场承认有啉酒，专案依照涉嫌危害公共危险罪，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现场为民众驾驶农用机械擦撞停放路边之自用小货车，原警现场对驾驶农用机械之诚信民众施以酒测，酒测值达每公升0.25毫克。警察调查发现，这位姓陈的驾驶毋但食酒驶铁牛车，佮无照规定挂农用车牌，除了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无挂牌部分也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上悬会当罚3万元。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再来看花莲县拿来高坑山区早起出现真大阵的纸板碟，上济是1分钟是记录个608只。高速公路局伫早起9点，嘛赶紧来封闭国道3号上北252.5公里，佮有251公里路段上外口的车道来让予纸板碟飞哦。这嘛是纸板碟监测20冬来头一届伫7月就出现这么大阵的记录。15日早起，国道3号拿来德口段规群的纸板碟飞过国道，工作人员无用持手中的记录器，这也是20年来第一届伫7月份会当监测到大量纸板碟的前线。目前记录到的10分钟上济有到608只。今天最大量的每分钟有608只，就是它的10分钟内有6000多只飞过。那预计今天的量应该会有好几万只的纸板碟从这边经过。这10几年当中，我们对整个纸碟我们保育有成了，所以留碟跟新碟，可能因为是天气异常，连续好几天的强降雨，他们在山谷里面受到惊吓，所以说现在已经在大量的来迁徙。台湾纸板碟生态保育协会表示，最近接到未少志工通报，发现真侪纸板碟飞舞。除了因为7月初垦丁大部分有可能是为垦丁飞过来，嘛推测讲应该是5月、6月的黄霜雨水有较饱，互高坑拿来山区的搬梁木大了袂歹，2台纸板碟顺利生脱来前线。在梅雨季节的时候，今年的梅雨季节的雨量很丰沛，所以它让后面的盘农木它的寄主植物，就是说花的嫩芽花的很好，它的子2代它的下一代的幼虫，它的食物很充足，所以才会有今天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出现。台湾纸板碟生态保育协会嘛讲，2009年800风灾，迄当阵9月嘛捌大爆发，不过伫7月爆发是20年来第一摆，而且这届有8成是新污化的个体。不过因为国道防护网伫6月已经拆除，为着避免纸板碟后车交过高公局9点，紧急甲国道外车道早起来到12点，希望会当互纸板碟顺利飞过。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九如农会协助农民使用增加果子甜度的架肥来种蚵仔哦，结果种出8斤重正大粒的蚵仔，是普通蚵仔的3倍到5倍大。那么做伙来看卖40嘛，到这边40公分。用手量落长度40公分，一只手提无法，要用双手才摸会起来。这粒外形像炮弹的物件，其实是蚵仔。九如农会辅导农民改种，经过8个月的种植，培养出新款巨无霸蚵仔。上大粒的长度超过40公分，重量超过8斤，是普通蚵仔的3至5倍。民众拢讲毋捌看过这么大粒的蚵仔。一摆看啊大粒，1条分的都足济啊。大蛙鸡也是很大，番薯也是很大。现在是芋头也那么大，所以我就想说，这是不是巨人超商哈？九如农会总干事强泰文讲，一般种蚵仔是使用技术肥料，毋过拢会带着叶仔含花，农作物更加有虫害。试用增加水果甜度的加肥，发现除了提升抵抗力甲品质，佮帮助作物生长，才会发出这么大粒的蚵仔。进前试用伫豆豉和番薯，拢发甲比正常的大几6倍。这届协助农民试种，算是成功改良。这淀粉那是要成熟时，你钾肥大量给它供应，还有元素够的话，就会长得绵密而且巨大。钾肥有够来讲伊纤维少。反正营养液料，伊纤维无，个烂像这蚵仔几条无蚵底。总干事表示，虽然蚵仔发甲这么大，但是切开拢正常无拗，肉盖饱，口感松绵，食起来和一般蚵仔同款。农会希望持续辅导农民，提升种植和压肥技术，种出更较有特色的农产品，替屏东农业打造新的价值。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设伫高山国家公园内底鹿林山大气的背景站已经启用20档了，监测数字嘛显示讲20档来温室气体浓度是愈来愈悬哦。一项咱台湾嘛有参加的国际监测研究嘛显示讲，伫台湾的中南部交通的污染哦是真热烈。马步仔港映照云海，徛鹿林精山山顶，鹿林山大气背景站就设伫咧海拔2862米的深山林内，监测为亚洲大陆排放到太平洋的各种污染物的变化。这20档来，甲夏威夷莫纳罗亚观测站同齐，伫东西太平洋分别记录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见证浓度一路增加的过程。它的资料非常的宝贵，是我们在西太平洋唯一的高山观测站。能够代表整个温室气体成长的曲线，也代表了亚洲它的蓬勃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效应。你可以看到它的明显到现在是没有回头。鹿林山站的数据嘛，证实有境外污染，唔那为中国，嘛为东南亚来的。逐当3月左右是来自泰国长距离传输的空污到地，4月是为辽国来的。那大气中的水银是当看出中国小脱团的趋势。我们从大气孔的观测里面看，是确实是有在下降的趋势，那也代表了说他们硫的煤的使用量大概也在逐年降低，他们确实有在控制。台湾加入的国际监测研究七海计划，鹿林山站贡献真大，佮配合 NASA 的珍贵数据，掌握为屏东到嘉义一带空中300米到2000米是污染累积的所在，分析发现主要是交通移动污染源的贡献。其实交通源的改善是影响到每个人，都是非常挑战的。这不是环境部可以做，我们鼓励的县市首长候选人都应该把空污这个城市的治理，要把空气污染放在里面。国内 PM2.5 的浓度安怎继续控制？伫管控固定污染源掠外，安怎管控影响民众生活生存真大移动污染源是更较大的挑战。过去加严旧车排放标准的政策挑战失败。环境部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把责任打起来，设置空品维护区，管控高污染车辆。目前全台有几600位，环境部评估是有初步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网学生会讲定定来接触到艺术咯。广达文教基金会今年是办有艺奖甲导览的比赛，今年都有学生用台语来小解唐拖，得到上大奖的肯定。那么做伙来看伊的导览。河北律师。台语号做敬畏，敬畏细汉时，是啦，个也未生出来，会使看到巴肚顶有直线甲反线，就亲像地图顶悬的经线甲纬线共款。
学生陈团结用台语顶前介绍经费这款草莓的特色，在伊伫咧广达优艺奖的导览决赛摕到首奖。评审甲问讲为虾米要用台语，陈团结讲伊认为一个好的导览员袂使干那会晓一个语言，而且台语毋但是母语，嘛是以口语表达上有自信的语言。另外，身为志愿教师的阿母，嘛是伊上好的指导老师。阮兜有一本册，迄本册内底就讲每一种通拖的台语，安怎讲？嘛有一部分的通拖是阮阿母自细汉甲我讲的。阿爸就是细汉就甲我讲你袂使袂记咱的语言。对我红个因出世开始，我就对因讲台语。广达文教基金会甲教育部共同举办的广达优艺奖，今年因为风台甲用线顶进行决赛，总共是1627人报名，最后是12个人拼入决赛。基金会表示，看到囡仔有自信用台语导览，讲甲遮流利，印象诚深。因希望互各中小的学生用导览的方式为艺术作品讲话，毋但训练表达能力，嘛发挥自主学习的效果。这个比赛嘛是艺术巡回展览的延伸。那游艺计划呢，就是把世界名家的画作用复制化的这个形式，把它策划成一个中小学生都看得懂的教育展览。那在巡回展出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培养小朋友成为画作的导览员。基金会表示，摕到首奖的学生，奖励会当选奖金，也是去西班牙艺文参访10天。若全国校园的优舞嘅巡回展览，未来也共有239场，继续要甲艺术送去到各地的校园甲社区，希望艺术会当成做囡仔生活的一部分。记者卢尚珠、郑俊佑新北报道。今仔明仔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个平湖、金门拢会落淡薄仔雨，也是落雷公雨。其他的所在，阁有马祖是侪云好天的天气哦。过道也毋过过道有可能会落雷公雨。台北地区阁有西部的山区嘛有可能会落大雨。明仔东南部地区嘛有可能会出现小风，所以民众都爱特别注意哦。下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